經濟巨輪不斷前進，點先可以令自己同下一代安心同靈活咁應對未來？你為孩子準備嘅唔只係好嘅教育，更係一份探索世界嘅勇氣。你為父母規劃嘅係晚年嘅從容同安心。無論面對經濟起伏或者經歷緊人生跌宕，都可以確保摯愛家人嘅生活節奏一如往常，好好守護呢份來之不易嘅歲月靜好。萬通保險扶搖萬家儲蓄保險計劃，延續摯愛傳承，成就萬家之選。呢份安心源自於周全規劃嘅財富管理同增長潛力。除咗提供保證現金價值，計劃亦提供非保證復歸紅利同非保證中期紅利，助你實現財富增值。你可以靈活運用紅利鎖定權益，申請將復歸紅利同中期紅利嘅最新現金價值轉入紅利鎖定戶口，幫你實現財富保值。喺行使紅利鎖定權益1年後，你更可選擇行使紅利解鎖權益，將紅利鎖定戶口中嘅部分或全部資金轉回復歸紅利及中期紅利，助你輕鬆累積財富。繳付保費年期短至2年，喺第30年後，預期現金價值更超過640% 已繳保費。計劃更提供10種保單貨幣選擇，可以靈活選取所需貨幣，透過貨幣轉換權益，將現金價值轉換成所需嘅保單貨幣，助你更從容咁實現理想生活。你可以靈活運用多項保單權益，配合不同人生階段嘅需要。此外，計劃提供多達11種身故保障嘅自選支付方案，為摯愛帶嚟更靈活貼心嘅保障選擇。退休後，你可以將全部或部分現金價值轉換為終身年金，而且有多達12種終身年金選擇，俾你輕鬆規劃，安享無憂退休生活。你可以預設最多3名第2保單持有人，同安排最多3名第2受保人延續保單權益，令你多一份安心。你仲可以透過彈性提取權益，選擇一筆過或定期提取，要求給予指定1名收取款項對象收取款項，助你支援摯愛。及早為摯愛做好準備，萬通陪你一同靈活應對，創造長遠價值。